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7号要分享的是临别的劝勉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最后面23到24章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邀请你一起来读。如果你们不愿意侍奉他，那么今天必须决定，你们要侍奉的是谁？是你们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所拜的神明，或是你们现住地的亚摩利人所拜的神明？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要侍奉上主。约书亚记24章15节。约书亚记最后2章记载了约书亚召集全体以色列人、长老、首领、审判官和官长来对他们的劝勉。这个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老迈即将离开世上，想起耶和华上主，他要他承接使命，接棒当领袖的时候对他所劝勉的话。他说，你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的书上一切话。所以他也用这些话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在离世前，他非常担心以色列人会随从迦南人去敬拜偶像，他们不会专心敬拜耶和华上主。摩西效法约书亚效法摩西，当年要离世的前面，劝勉百姓要遵从上帝的诫命，要把它存记在心里，并教导子孙谨守遵行。约书亚他恳切来劝勉百姓，要纪念上帝的慈爱与能力。第二个，要鼓励他们要有信心，虽然尚有一部分应许之地还未曾给以色列人得着，但约书亚对百姓说，上主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向这一些国家所做的一切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。那为你们作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他要把应许之地赐给你们，但是条件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坚强，谨守摩西法律书所写的一切命令，不偏左不偏右。你们不可跟遗留在你们中间的异族混杂，不可提起他们的神明，或侍奉那些神明，并且奉神明来发誓。你们不可侍奉他们和向他们跪拜。你们到现在一直忠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所以你们要继续对他忠心。最后，约书亚也对他们提出警告，他警告百姓，如果他们忽略了这些话，离弃了上帝，和异教的人结婚，则不用期待上帝会继续带领他们取得胜利。剩余的迦南人不但不会被赶出，反而会日渐强大，反过来辖制他们，成为他们的网罗，并且会引诱他们走向灭亡。上帝因他们的信心与顺服来恩待他们。
但是他也必会因他们的悖逆而使祸患临到他们身上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借着以色列人的救恩历史，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如何带领百姓，与他们同在，为他们征战。今天上帝也赐下应许，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。他所要应许我们的，我们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地业。借着约书亚最后的信心见证，坚定自己和家族的信仰立场。他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但愿我们也可以效法约书亚的信心，我们也能够对人宣告说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有这样的决心吗？我们来默想约书亚述说上帝救恩的历史，为要鼓励及激发百姓对上帝的感恩和敬畏的心。这一些的勉励对你我有何激励或者是提醒呢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让我们透过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的过程，看见你的同在，看见你是守约施慈爱，你与人同在，并为百姓来征战，赏赐丰盛产业。愿你在新的一年也与我们同在，为我们征战。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，好让应许约书亚的应许也临到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